荃灣油麗道嘅黃壁位置高高在上，外觀時尚有型。全棟大廈都係複式單位，最細都有3000幾尺。呢個係唯一嘅二手放盤，有簡單裝修同埋擺設。最吸引嘅都係層數高、景觀遼闊。同類嘅單位得一個貨尾，夠晒矜貴。下層入口有寬闊嘅玄關，媲美洋房。旁邊就係廚房。客廳樓底有11尺半，空間感特別強。露台採用玻璃折門設計，出入大廳更加暢通無阻。飯廳相對就細啲，都有通道直達露台。樓上就有4個套房。主人套房唔止大，睇景仲正啊！另一間套房都算大，不過有尺角要扣分。